廣州人有句説話叫無雞不成宴，無雞不歡。喺度吃飯嘅客人都能夠圍圍台點雞咧，我覺得就最開心嘅。大家都叫我文哥，我做咗餐飲行業40年，一心雞語就一心一意做好一隻雞。喺呢幾年通過努力，我哋攞獎項無數，包括中國名菜米其林餐廳、亞太隨行會榮譽主席嘅稱號，呢個係對我一個鼓勵。做一心雞，首先選用咗清遠嘅麻雞，因為清遠嘅麻雞咧特點咧三黃，而且咧浸出嚟嘅賣相係比較好嘅。第一，肥下脂肪冇咁多，再加上我哋用咗研發嘅白鹵水，佢裏邊咧有10種8種藥材、大地魚同瑤柱進行浸製。另外咧，我哋用咗3個步驟：斬、挑、削。咁上台之前咧，將雞用凍嘅雞湯淋上去，而且我哋薑葱我哋比較講究比例咧係9:1，又用靚嘅花生油下開成呢個薑葱。我哋通過不斷去改良呢個工藝同埋不斷去研發，使我哋雞能夠做到皮爽肉滑骨都有味。我覺得一個人如果專心、專業、專注做嗰件事，冇理由唔得嘅。